呦，大班啊！哎呦，天使娘肉果卖鸡排一定太穿钱。你讲下昨天你天数来如果买鸡排，要让天数。我们开始你看你辛苦了哟。无啦，干公公正经的啦，俺米饭也好，干油呛了呀哈，就爱啊吼，我搞俺能有合法。是啊，啊无搞就算嘞。要办。大摆了好有合法吼，都无贴讲俺认真好。哦，米饭就带抢手了。讲，你今日有加带冇？冇带。唔睇都冇带？绝对冇带，你看冇带呀，马干咩冇带？一片然后就很多龙潭区，然后龙潭区嘅果然沙区，一个队伍哈，一村的哈，真厉害咧。你用蛮厉害。一个表演哈，得到一个全国的第一名。哇，很厉害哟。所以啊，我讲讲啊，唔好干人吼，总都唔好看来好好表现来哟。放心好啦，我一定会导我跳。我都系得定咯。好，冇问题。真嘅啦，真嘅。我来去来呀。哎呀，唐宫传说中的不老歌舞团，用这些给买。观众朋友啊，看到海军老胖胖子做到安尼来开场，就提根本嘅业务下都冇穷样哦。根本嘅业务下提点都係啲討厭，愛學16句武俠法，阿妹愛咁乜太多。當然，未講錯太多，就做得老主持比也係同個位帶咗去。唔過比賽規則有啲冇窮樣哦，家下大家就會啲嘢啦。嘅第三就對龍潭嘅公園沙期開始，我來紹介一個當要發力嘅不老歌舞團。抢起来啦！我安排嘅春天我唔點樣嚟介紹你啦。上火人李總，哎呦，一位李總有冇按電影上呢？而後每日嘅不老歌舞團嘅團員哦，也按有特色嘅不老歌舞團啊，係由當地43位阿公阿婆組成嘅。根本日記的大作就打扮到這樣呢耶，就去二位大家表演第2017年嘅舞蹈比賽爭大頭名嘅客家魯漢菜。海軍老胖胖子沒有感覺喎，大家掌聲鼓勵。日頭30個羅了嘅後生人忙天空啊，趕快起床咯！阿婆，7早8早要叫我們起來做什麼？趕快起來幫忙醃鹹菜啦！有發現到冇？家一開始李總老阿婆係對在演出咯，係還對到當好呢。幾年前張設立嘅不老歌舞團，隨時前台嘅係93歲，80歲以上嘅沒有10個位哦。李總講，以成立一個舞蹈團主要嘅目的，就係希望本沙期多項嘅阿公阿婆，做啲到戶外來到行行啊，來運動一下，冇當日缺啲屋卡。不數其他嘅想出，安尼做啲本老人家又運動，又做啲展現才藝，還做啲老當東人接觸嘅好辦法哦。客家行最強，大家用下手。我当然要吃呢哈，我们可以指定吗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水手咯，好啊好啊，單獨表演咧。夜廣島的因啲啊，一嘅講嘅啊，嗬，留嘅
臭嘛，臭嘛个呀吼，两三度个体安尼地土，我唔是都带三个用，系啊系啊，我家就可以把挑改一摆。那个情形嘿，错嘛个了解公安的，哎呀，做梦了解讲，咱加工技术较好咩？你情况那是来，好，哎呀，金毛为什么按那加工啊？有你了？哎呀，好可爱呢！你爱哦，你爱啥嘛？你爱叫造型全部是一个做的呢。我爱用好冇？大口的陪你看起上都用白眼好冇？哦，好，来，1、2、3，拿起来了，1、2、3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好帅哦，蟋蟀的帅啊，没有啦，还不错啦。哎呦，很棒棒啊，那吃的。你啊，迄弟弟哦，还食哥哥，滚他甲看他庐山真面目啊嘞！哦，来看，哎，拿下来，两兄弟啊嘞哦，哎有榴花嘛？有嘛？有俾買大帽啊！矮就起來呀，頭那帽哎呦劍啊，衝入嚟哎呦！我跟你用的啦。哎呦，有錯下冇啦，你想想，很強我嘞，真的很棒嘞！你看，这个是可以活动的啊。对啊，你還會哎呦，貼的喲，我跟你講，前邊啦吼，我安成功嘅演員啦吼，就係有得到呀嘅。 2017不老青春斗阵型全国总决赛金牌耶！了不起了不起！即刻裝上一下，前面嚟盤吹，好唔好？盤咧去拳吹，阿姨咧碰碰吹，碰隊，海軍隊。我唔錯，今日特別就係由海軍老泡沫子帶領部落歌舞團嘅團員進行武俠化 PK， 由楊先生出題，故所今日嘅題冠，畢業就係團體賽啦。我嚟啦，大家準備好了嗎？演武俠。一個部落歌舞團去表演啊，這個金牌嘅演出的時間啊，同下半嘅觀眾啊，太緊要了你嘛。弄啊都，我俺能先發球是不是？我們先發球嗎？俺能先發。球。答對嗎？答對了。碰碰隊。哦，冇問題，馬該老師考我。收到氣棍哦，彈嗰樣吧。創嚟威猛跳。哦。好快樂。收到氣棍係乜嘅意思啦？收到kick棍係乜嘅意思嘅講誒？開懷大笑。又叫聲上聲嚟，收到kick棍。仲啤酒。哎，氣棍燒啊嗬，冇辦法太實。我燒半顆，哎呀！哎呀，都kick棍啊！唔要上不燒。你看講得大。kick棍啊！痴的笑，就像我剛才的笑嘛。哎呦，今日按到老人家喊你冇講錯個，唔過看看那廿93歲嘅享受嘅阿公哦，笑到愛散忙。楊先生啊，喊你本意精神鼓勵款，鐵記嘅武俠吧，海軍吹得款你。換你兩片咯，看咯，兩麥嘅。家人講演鴉片係乜㗎？創嚟溫辣椒，做到千百啲哦。哎呀，燒多也是糾結啊！哎，就創嚟溫辣椒。國語是什麼？國語是什麼？啊，超級哦，太高興了！來，馬上會聲，馬上會聲。哎呀，我諗唔到，答案是4打4。
哦，西藏哦，师哦，洗澡师哦哈，开怀大笑，哦，超开怀大笑，可以吗？是开怀大笑。啊，太上社会哦。好来，大笑不止啊，就是开怀大笑嘛。来，双手那你要说错的了哎呀，啊！唱，来，干哇，你下们好棒哦，好棒！来，再来，咁阮嚟一片先。要做什么？谁答？要系谁答？谁答？我要我 A 呀边的我。眼嚟，晓得冇？晓得。来，叫我嚟讲，1、2、3，谁在呀？屁！哦，怎么？哎呦，哦，谁答很马的意思？谁答？你那个意思咧，马云迪？杨先生，爱看根本人咪係有備而來喲，一睇神奇嘅烏合花蛇搭，真見到烏呢？唔看啊，一對阿公阿婆，一對都冇談過哦。谁答？谁答就是啊，老师这样不公平，我们猜不出来，这怎么样猜不？出来。猜不出来怎么会好公平？他4个字比较好猜，我们2个字比较不好猜。两个字比较好，谁答都一谁答可能啦，用通貨的行為來講啊，種叫呢，我哋三日有啲飲水，然後清潔，然後清潔，嗰個呢結果唔可以俾唔可以插手啊，其實啱我一種嘅方式嚟，哦，答，嗰個唔可以蛇答，哦，唔可以谁答？好了，哦，一答成，哦，我一邊溜溜，乜嘅意思？那你曉得誰吹了屁啊？冇正嘅，冇正經，是的是。洗澡師誒，洗澡師。哎呦，一下我開完吹上腦筋嘅啦，大家就講咩？海路唔行，錯會上色，花橋唔講，山馬會打劫。其實答案哦，當簡單，大家在山網上看啦。 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赶快！叫呀，第一隻就通則。口水呀，口水流香，口水啦。哎呀，邊佢講團你對假答案。哦，美味无比。哎呀，呀，答案我不知道，我們打開來看看。來，好吧。過年早期嘛吼，做嘛大家按健康按，各種按快樂，啊了伊就過。 20寶，買你講像黑鑽石、紅鑽石，先賣個關子，黑鑽石哦，所以帶輸那個嘢咪？嘿啊，對，帶，買現單眼個錯。哎呀，邊佢講團你對假答案。哦，答案我不知道，我們打開來看看。來，好吧。吃得津津有味。那你洗澡師啦，有味沒？對嘛？那其實算2個人都對了嘛，對不對？這樣子算平手啦。意思對就啦，你都在試啊，難而已。哦，對嘛？哦，你用片講咧啊，意思就有對過，향數啦。來，哦，哎呀，周對。誒，今年吼就皆大歡喜啦，吼，尤其是大家攏表現得真好，啊係啊，好一個烏合花，其他團也烏合花，大家嘛有動有精神，再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。好來，掌聲鼓勵。一關烏合花考試哦，大家5一記捱一記，正見動腦熱咯。一下我先來總結一下成績咯。4期烏合花地杯，海軍區拿到嘅2分，泡沫子講錯嘅天一記，從來會拿掉。各位在幹嘛？講錯嘅海軍記下掉嘅，誰在裂皮？故所體育館2比2，大家都當跳。接下來，我去海關了。起點還係啲公園沙溪一片，香港一片啊，還有一個寶，係一今年剛發展出來嘅一項產業喎。呢一項產業吧，老人客家人沒有動態嘅關係，到底係乜嘅呢？也就聽得錯乜嘅吊機公一兩兄弟來去看看那就地嘞。啊，跟我哋跳到不老歌舞團咧，錯乜嘅啦？也就給公啦，哥哥弟弟咧啊，吼，哦，錯給公，啊，見帶到我哋一個，我落去前乜嘅步哈。因為我哋公園早期嘛吼，做嘛大家按健康各種按快樂，啊了伊就過。 20寶，買你寶。講像黑鑽石、紅鑽石，先賣個關子，黑鑽石哦，所以帶輸那個嘢咪？嘿啊，誒，
对对对。对，慢点带俺去。个错。哎呦，那太傅诶，喊爹卖关子哦，韩哥乜嘅我去个错哦，错诶唔系全部係烏色的係，佢落吳尊山有乜嘅關係呢？好啦，停去看看就知嘅。叮咚，答案公布了。看到呀鬼片呢，有啲觀眾朋友啊，可能都知嘅啦。呀吳尊山嗬，講嘅就係煮熟過後會變做墨綠色嘅嘢啦。按講嘢嘅平常時唔通做爱頭飯繼續按咯，捏板，捏板，還有饅頭。做馒頭。饅頭我唔試過呢。你唔試過？你喺機會做出嚟做啊！捏係客家人當接食嘅食材，除咗有殺菌嘅作用以外，還有當豐富嘅礦物質、卵泡質、然後維生素哦。也近年來，高年沙期推廣種捏，還有結合嘅沙期嘅力量，做出一系列老捏相關嘅產品。除咗捏板以外，還有創意嘅捏饅頭，然後其他嘅相關產品哦。接下來，就聽聽嘅老太家嘅設計哦。哎，你都吃過的呀？吃過嚟啊！係啊好，我用過嚟。唔知呢？哎呀，能過。係我個你啲下唔好過啦。冇呢誒，樣啦。你過嚟你啊？嚇，我嗰啲啊，要過咧要按樣糊嘅做出來。嚇，冇啦冇。你要說講嘅人男嘅學人，你要說講哪哪咪咯？哎，你不用去了。明日我來過冇？用到嘅時間啊，我用到啊，做到過。哎呀，條唔驚水咧嗬？唔驚。唔驚水。啊，你條太太咧，我灑水冇？我天早啦，天早上落去淋水，差唔多上用嘅嘢咧就沖嚟暗床。啊，哎呀，講好咧。像我哋把它倒暗床，其實就可以過去了。係，也可以按你嘅暖土啊，嘟好咧。對啊，你按樣暖土下嘟好。工業沙期會開始種嘢，係因為10多年前，李總參加農委會嘅農村再生計劃，開始發展有機農村。在大家上嘅當救之下，最多嘢一個客家人當接用到嘅藥草，故所就決定老一片發展變做嘢村。黃永健李總請嚟當地20位嘅農民來做嘢嘅起作種植，天氣來輸一條嘢，俾沙期強下來努力打拼。每本沙期嘅居民增加收入，亦就係利用嘢嘅特性研究出大家想唔到嘅產品咯。一下就聽聽草麥嘅技工相似嘅一兩兄弟，再去看看啦哦。唔過今日就講，我先本大家欣賞一段好聽嘅音樂哦。佢哋用聲音食材要多才多藝啊！你要做乜嘅？就嘢曬澡打粉，然後做乜嘅？做做乜嘅？點吼，然後點一撮，做咗粉門咧，點了有啲人啲嘛吼，門咧就會強，就唔敢落啦。佢唔好殺門咧哦，因為佢係天然嘅。我哋殺佢呀做了東西賣出去，賣出去嘅錢咧，唔係私人嘅哦，賣出去本太價，本太價，殺佢，我哋殺佢吼，人都都有關懷之嘅。唔將嚟就是唔使日上嘅，佢殺佢食飯。唔是錢咯，唔是錢。好啊！講到一個公園沙期嗬，正係係當時嘛嘅推動老人照顧，故所一條阿公阿婆嗬，正係當快樂個。一個葉條正係當有創意，用葉當貼片嘅小米來攪滿呢，天然環保又唔會傷身體哦。一條葉做嘅相關產品都係沙期居民鄉下製作嘅哦。買提過後嘅樹葉就做嚟拿來做沙期發展基金，還做嚟做關懷老人嘅基金哦。唔過講嘅度，技工老太草麥嘅阿哥，係咪愛本甜心老泡沫紙上看啦唔入到嘅產品咯？啲饅頭呢，饅頭就經驗我哋沙期人，張可以試做啊！哦，咁你就冇下去哦，你就試試咧嚇。好少冇，饅頭嗬。我一個饅頭又有啲人嘅上去，有鮮味。啲饅頭哦，我固定要到搭禮拜五，要到人家發動中心咯。所以平常時我哋冇乜嘅門市冇賣啦，就太不穩咯，就穩咧。講我做隻饅頭，我做隻饅頭，就個
习惯都差不多一礼拜就做饭。哦，按 Q 又唔会高跳，所以呢，喺说法会看俺的节目，靠天花板的呢，咁冇写新的本来呢，我先做稳，然后大礼拜过年三期吼就会出。杨先生又来了，我来靠海军老泡毛子乌下花嘞。呀，天一罐嘅乌下花油，已經15度出嚟叫幾安度喎？哎，兩成一彈啊度啊，全球我換起嚟啦。古數就打牌嚟，硬愛楊先生變咗分享題，做唔得算分數。哎，其實一支吼，沒冇上去烏下花啦，喺大家長久冇講填標題咧，都可以撈稱謂有關係呢哦。大家聲音真好哦。这一年就是小孩子，国语的小孩子。但是也是要做嘛。这条诶，哦，细条诶，人家客家可能没人讲咯。细脚诶。哦，细脚啊，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啊。小男孩是小男孩。小男孩。答对了。小男孩要到表示都叫做个脚脚诶啦。哦。係講4年嚟嘅喺單股嗰呢度咪？生殖器官。跟住腳腳誒，我說啊，佢全部加4年咧，就講4腳誒。哦，可愛嘅昵稱係啊。腳係腳腳嘅腳，係咪？細叔，這是什麼名字？細叔，小叔。講小叔啊，就係出腳講出嚟。細叔，但是國語的小叔，人家嚟講小龍叔，係嘛？小龍嘅啦。一半呀，一半了，一半清楚。人家嚟講細叔啊，嗬，係阿爸嘅露台，係露台，就我叫細叔。你講滿叔。哎，你講滿叔。但是對你的小叔啊，係客家嘅小龍叔，我愛小龍叔哦。小龍叔係老公嘅露台，哎，錯。那阿狗是呢？太龍叔。太龍伯。哎，對。太龍伯。小龍叔，太龍伯。還有咧。男生要幹嘛？謝奶，要有個謝阿奶，然後男生就謝阿奶，要有一個謝奶條，謝奶條，又條誒哦，謝奶條誒啦，謝奶條誒，還有哦，啊條都係謝奶條，謝奶，女孩子很有講，謝阿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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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他就長大以後，你知道嗎？謝阿姊誒，咦，錯，還有咧，謝姐，又唔係謝姐啊，哦，唔係，又係謝家，謝家，哦，我知，謝家是小三，老二，沒啦，謝家嘛無通人講，哎呦，幾萬年啦，佢就幾十年的謝家嘛，謝姐誒，哎呀，就是小老婆啦，小老婆，咁係。記得咯，姨太太啦，師婆啦咩師婆，謝家親後面董細奶啦，哦，乜嘅呀？小伙子，你看師傅誒，小姐，咩？2隻師傅誒，就好像是有一點不三不四這樣子的男孩子這樣子，女孩子吧，男孩子。昨日聽講係小姐講你朋友咧報啦，哦，係啲咧，茶葉，哎呦，拜託，又唔係茶葉啦，啊，到底乜嘅東西啦？那叫記。哎呦，啊，記啊，那成本哦，做事啦，有冇大約嘅啊？哎呦，說起來吼，創業呢叫個牛賣哦呢，哦，我哋係燒牛咧，係燒牛咧，這個，哦，好食咯，見識見好食咯，我感覺要做唔得一皮一皮食。2隻師傅誒，就好像是有一點不三不四這樣子的男孩子這樣子，女孩子吧，男孩子，2個師傅，也係講男孩子，2個師傅誒，咩？係咪嚟嘅？係兩兄弟，阿哥講老太講，我牙師傅誒，老太講阿哥就講太傅誒，兩個對稱，哦，這樣兄弟對稱差，師傅係兄弟之間老幺，師傅誒，老幺最小的啦，對人就太傅誒，就老大，
哦，啊，老婆的又是什么？肉或者肉就老人肉家，家呀，你有点蔑视哦，冇乱講啊！没有，要做别人讲的吼。你個演都冇得靠啊！哦，我提到人家面前。哎呀，无你老公我他肉诶，以感情當好，就講阿老婆誒。哦，我老公的意思。對，啊，你老公會講肉，肉價，肉價吧，那就是感情好。所以它有一個昵稱的。昵稱哈。哦，那个有意思哦，吼。啊，就咋個可以小姑嘅嘛意思？乜嘅用字啊？生用記，生用記，你咪叫太用記。滿意，唔係滿意是小愛，小娘姑。對，小娘姑。小姑的小姑就會小娘姑。啊，睇到哦，去卷好嘛？啊，強標係用嚟講，一片全部好，你馬上就會提上來，我都小娘姑啦。小娘姑係老公嘅嘛？小娘姑老妹，咁老公嘅這是啊？太用字。誒，要順帶講。老公嘅妹妹就小娘姑，老公嘅阿姊太娘姊，好，太娘姑。佢係唱講，能兩兄弟嘅家嘅，互相嘅用，妯娌嘅用嚟講。左里哦，所以哎呀，嚟講自首，哦，就自首，兩自首，哦呀，自首。啊哦，按到稱謂，大家都會記起來哈。也到第二上生活當過後都用得到哦。當今車楊先生嘅介紹和分享，接下來楊生愛去體驗館，也體驗咗啲個人嘅農場哦。一個農場泡泡子當數，因為10年前佢就來過一片呢。佢講一片嘅調價嗬，要做一種好東西，有養生的效果哦。要俾係咪調價？係啦，你要去調價啦。哦，你要講要10年前的調價。係啊，當都冇看到嘅呢。哎有冇咯，老頭擺窮樣。康姐講吼，哎，安尼個落一片講係小嘅講，一片有咧報啦。我安尼風向看下去啊，哦，係啲咧，茶葉。哎呦，拜託，又唔係茶葉啦。啊，唔係茶葉，得同我即團解擺，即本來一百幾飛嚟睇。好，一心兩皮嘛。好啦，嘿。你唔係吃連茶嘅咩事咧？唔係啊。唔係哩。啊，到底乜嘅東西啦？安尼叫雞。哎呀，冇看到嘢呢啊，紅紅嘅叫雞啊。啊，有兩種哦，一種專門是叫雞子的哈，所以呢，中國的西北那邊啊，寧夏啦，那邊吼，叫大眾的，叫較寒的味的。哎，你要說亞熱帶的，亞熱帶品種是葉的。哦，專門是葉的。一個係亞熱帶啊。亞熱帶品種，像啲葉的，所以啲香港啦、廣東那邊吼，伊全部啲葉的來食吼。有竹筒啦、煎卵啦，吼，啊像原料味。除了呀生鮮以外哈，都拿來做茶，做面食品，做原料，其他營養成分哦，要叫佢做營養。所以講一個葉嘅就係能食得一種紅紅嘅。營養。好，啊一紅紅嘅就係我哋一個葉嘅。哎呦。啊，其他啊，那成分哦，這是啦。做得上市啦。冇大肉嘅呀。係嘛？有樣啊。伊咧小可樂菜冇嘛，營養嘅米啦。啊，其營養成分真好，像佢哋有維生素 B 群哦，真高。食起來有叫雞的味道。按過一道一個葉綠素的米線。係咩？好又嫩嫩那樣哦。根莖葉花果都是寶，像人春天吼，都十個嫩葉，啊天津茶，啊到倆熱天的時候，葉未落地嘅，你都十幾個斤，對，按6年再有咩幾條？哦，6年啊，啊6年。鐵骨皮，鐵骨皮哦，秋天要開花吼。開花咯，長生花。哦，長生花。所以長生花，因為有摘嘅吼，有摘葉嘅落花，啊做皮茶，啊都寒年像倆摘體嘅吼，倆都樹葉葉嘅，啊倆要叫佢葉嘅吼做叫皮茶哦。哎呦，好愛看到木當當嘅啦，真見唔知哦，叫雞係做得安樣式咯。連泰國講其中嘅叫雞係屬於人參叫雞，老市面行當接觸到嘅叫雞無碼嘅芎藥。人一條當接食咧係紅色嘅叫雞，屬於寧夏嘅叫雞，也係新疆嘅叫雞。三個味素係啲海派較高、較燥、較寒嘅味素。唔過連泰國種嘅一種人參叫雞，咪芎藥會打黃黃嘅果子，且嘅一個果子較細粒，產量又少，甜度係廣，還個葉味較有價值咯。
哎呦哎呦，说起来吼，创意那叫个牛排哦呢，哦，你听烧牛的，是错，还烧牛的。这个哦，好吃咯，紧吃紧好吃我讲过，要做唔得一片一片色，你要要规个放起来，规组的放起来，你插下去，这个是。唔要讲笑的，真件好吃的，甘甘吼，有香香的吼。香香，好嘞，来继续参观啦哦，参观。两个人继续参观，你继续看下，紧吃紧好吃，放开什么？甘甘的耶，好吃。哎呦，看日落食到公公滚，硬咩当上身呢？接下来林太哥爱带点海军韩国泡泡子来去看人生叫记嘅故事。伊当搭时呢，泡为叫记茶，爱分两味，伫太自然地位享受清寒嘅下煮茶时光。你看看，好多宝石啊！今天来看红宝石哎，观众朋友，加个用白的，用人的紫色的，哦，还开起来就用个红色的，一张页睇嘛。一张页，开发过一张页，来。开发过一张页，我结果。你看到来，好，你看拄好嘞。哎呦，你还乜嘅做啊？叫记也未做。也未做啊？有到个甘甘，真今天老一般一掏出来。无香。微甜呐，小可甜甜的。哇，我前日比较安尼咯。你看按姜，这发财。啊，咱讲你个花吼，因为佢就请脱的，所以吼，格看有看到就格表演来，哎呀吼。哎呀，个嘛做得上色的咯。做得啊，因为紫色可夫妇，紫木超难。哦，甘甘。哎，甘甘的。咬啊有的会像你洗杂个头马豆样诶。有，皮波波的上瘾哦。哦，甘甘。头先万年提个叫鸡样，看到安多叫鸡，按见要突然的来片看一个。很在。哎，看一个提都卡开这个种嘞哦。做得啦。哦。来你两条啊。送不了。这个做一管理哈。哎呀，你管理。对啊，真简单啦。哦，你有花。我用一条。哎呦哦，三一条。当到水嘛，阳光、空气、水哦。哦，阳光、空气、水。光合作用。不开发哦。系啊。你看要打字哦。哦，哎，你那没有开发，真讲。亚威林太哥啊，这菜油辣了解也得说破百枚，像安阳做的食的盆栽礼物哦，表为人气亲好的啦。除了人生标记，喺几年前，林太哥看中的那个一项嘅农作物，因为品质好，将送到市场啊，天天就变穷香香。不过啊，海军老婆忘记爱先问山，因为佢上到水地波嘅，大家做得团困啊，係乜嘅哦？你团到見我做乜嘅冇？你要做乜嘅唔掂哦？这个叫蛤蟆用乖用诶。哎呀，懂我啊？啊，这没事吧？哦，这样这没事吧？系啊，我南边。啊？还好。花莲藕。嘿，莲藕要用白的哦。列出的迄个一粒的呢，还要规条嘞。规支的啊。规支的。较早人家国营吼，10多年前都种莲花，就种俩莲藕，种俩莲藕吼，就差不多秋天。秋天的。八九月咧开始就有莲藕，种俩车广提嘢吼，俩都。那叫咩车提嘢？开始都熟提嘢，一年一拜就出来了。哦，等下你要别加吼，用白银名多，用白银长，用白银长。较早就需要冰铁。哦。冰铁啊，用铁闸。铁闸系乜嘅啊？铁闸都有灶嘅嗰種嘅長嘅吼，還用樹一款嘅。像安尼嘅豬八戒嘅豬八戒嘅就係。啊，用樹去名。等下你咧？你哈。算较进步的啦，用盐磷吼除水莫大，用水洗，要跟泥土异化。鞋子都换掉了，这个太好笑了。cái sản mà họ ăn thay凉，cái水小桶啊，你都有看到冇？哎呦 ，XL size， 我腳要按斷啦，嘟好就按樣，你把起好佢就變熱，叫它起好就變到按樣嘢。你哈。算较进步的啦，用盐磷吼除水莫大，用水洗，要跟泥土异化，名起了，真完整。突然间引起台湾两台莲花山期之夜，
莲子、老莲根當然就係青春有嘅附屬嘅農產品啦。尤其林太哥係用磨土嘅方式來種，故說蓮根嘅口感嘛，一級棒。唔過啊，喺下水之前，楊先生我哋先烤兩味五花花料，也都會撈蓮根有關係呢。一擺是做唔得大盤來了。蘸皮，蘸皮，好冇點？我唔知，沒有關係的。我想講啦，我要帶一隻欣賞大樹來哦，伊講就好誒啦，我唔是講誒。我點條搞嚟試過嚟啦，對，連一追啊，連一追，來台上該講出來。该不欣賞大師傅，然後師傅參過來。參過來參皮，也唔可以按有情況啦。那條白又不欣賞大哥啊？大一個皮參過來，唔可以按。有樣按到參皮哈。參皮。參皮哦。差唔多都會喺皮變開來。唔幫忙點看嘅。你老哎呦，生意呢吼，你個生意要按餐哦，有哎呦，同樣嘛。扮演一個生意餐到台灣餐，絲可能係講只絲啦，但是壓只參皮啦、頑皮啊，冇同樣哦。哦，你看這意思。哦，撕裂。我哋大條落葉也做唔得，也都要你有撕裂哦，要非常光滑。誒，個皮要盡量保存佢，保存。冇滷爛皮啦。冇滷爛皮。誒，滷爛皮看上冇買冇假啦。誒，後尾要留餐絲要佢啊，餐佢。係咩？我建議咧東西打開落嘅時間，我用下你嘅鉗嘅，一個杜家衣，個撐啊開落。我冇按洋葱啦，我按蟲嘅樹湯。誒，係啦，幫我這個。撐佢吼，即係你啲花嘅吼，哎呀，那個撐啊開來，都撐佢。對你思考，對你思考錯。那個那個辦法這個。參佢可能連肉都可以。誒，錯。哦。哎呀，皮肉展開。皮肉展開。係嘛？皮兩肉就按住裂開來啦。裂開來啊！就就撐佢。諗下家下，諗下家下講起啲花，開起來，中間裂開。錯。唔啱我咬到生佢咧。好啦，繼續還有嗎？還有就參筍。連哦，筍條嘅叉筍嘅參筍。哦。佢黑撞架得。原來係旁邊按不節外生枝。參筍。節外生枝，參下口來哈，就像人哋筍嚟樣對，啲題話我包出潤筍出嚟，可以幫出優筍。哦，潤筍嚟來，參出來。意思其實好，巴仙牙啦。包型牙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嚟咯，大家落去嘅時間吼，唔好用參皮嘅。唔好用參開來嘅，我唔介意皮要保存完整，檢條來。哎呦，海軍真嘅很賤咯，也就係楊先生愛搞也到也3期五下花嘅原因啦。一下夾來結算一下成績，第14期到第16期就碰碰子講錯嘅參選嘅意思，拿到1分，目前係3-2贏海軍1分咯。好啦，也2、3都做得下戲咧。林太哥講，也都係連件都做得帶進去呢。碰碰子，做乜嘅啦？鞋子都換掉了，沒有拍到太可惜了啦。他的鞋子，不是我的太大雙，我的太大雙，我的真的不能那個呢，來不及，他轉不過來，怎麼辦？這個太好笑了，我太好笑了，我整個鞋子都換掉了啦。阿妹愛碰碰子，唔想打把到水就陣亡嘅哦，也擺好好彩到海軍嘅啦，人家唔事前嘅連件咯，比較咧，一個連花田底下都係南高奶，水沉到切頭。真係都唔好行呢！有樣事，較生意地位，繼續當貴哦，斯莫老位跌下去哦。佢青蟲咧。係啊，後台路啊，唔可以。後台咧。你扮過後台路啊？哇，好大哦！哇，連心。
牙嘅。泡泡子，莫老多安尼咸咸嘛就有连筋好食嘞。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安尼做得冇？做得当好。啊，顺本的哦。啊哦，什么你按子说讲好的哦，全部挨哦。用千口。啊无爱。前的云做得啦，泡泡子，冇看到加海军的一连筋的时节，是几3年都浸到水底部呀。有人命还个汗水，上热到连筋的呢，也是无价之宝啦。接下来热天过后，又按困难嘅张行转来，胖胖子实去天数啦。要给数钱啊！不行，来，不行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慢慢爬，我慢慢爬，我慢慢爬，好了，我慢慢爬。好了。啊！哦咻！哎呦！啊！哦呦，你好棒啊！挡歪，挡枪！啊，给你拍拍手。我跟你吃菜哦。按叫冇看到伊。哈。明白。明明讲好的啊，头去那边对岸哦，对岸手啊扣落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妈讲来做好的，听来唱下落吧。你骗我，还唔唱下落？我冇骗你，去什么？按太凉，去水小童啊！你都有看到吗？哎呦 ，XL size，你看看，你脚唔要看这人啊，人讲嘿，哎呦，你鞋太啦，你裤腰太长啦，我脚腰按短啦，嘟好就按样，你把起好，佢就本日脚下起后就变到按样嘢。难怪红条线进攻也做压凉啦。啊，这个冇压凉较适合啦，你讲冇啦。哎呦，我嘅一生人忙是按样人啊，按老开嘅多，按老开嘅，迄咪穿老开呢？你好，真嘅。泡泡子 ，sorry 啦，安排我哋可以添一辆儿童版嘅青蛙装，保证做起来当格神。来看看那海军热进来嘅一条连筋哦，因为系用摩打储水嘅方式热咧，故说每条都会当完整，冇产皮，你冇拆开嘅情形，韩国看起来啊都当好食咯。日日天天连睇嗰阵去，佢讲爱做连筋嘅料理，然后枸杞料理本体嘅事咯。你只枸杞一个系白搭。买单。我就做乜嘅提示嘛，嗰我做的。中意你煎的那肉羊有冇？应该冇做的，我冇做的。要这边就不是标秘书哎，要毛秘书。这个完有没有清爽感？懂是哈姆是呢？刚好是是了还营养。你就别请辛苦，来，你凉拌的哦。凉拌的啊？是那些我们用动车。吹上吹下咧，来做点吹上吹下。係啊。一般做嚟炒，做嚟凉拌，我都聽到料理。門挑夫沒做得啦，做甜沒做得。糯米啊。地板地板咧紅啊，就食糯米入去哈，這邊整到1-2點鐘，哪有得食啦哈？哎呦，好吃冬甜。我哋連糖咧。有豬肝湯。啊，豬肝啊！豬肝湯啊！好直接。哦，對，我是豬肝湯嚟想學五下飯呢。啊麻煩啊！歡迎弟弟呀！係歡迎。楊先生，喺豬肝湯嘅香味，老用上過來係冇啊？哎呦，講笑話啦，觀眾朋友，喝湯沒有五下飯哦。先生是個用心良苦，我來老大家分享，也沒考題，我兩個哦唔是緊張。因為普通講叫食堂主管係呢，普通講講黏啊，好似就乜嘅呢？有好多菜吃嘅菜咯，腳底哈，有3種食法就冇同樣。哦，看一下是腳米，腳米菜，腳個腳，也應該都菜，唔腳，牛薑出吃嘅菜，他們個菜米係乜意思？試看那是楊明熙，試試看啦。唔要沉啦，唔要直接就菜就食啦。哎呀哦，食法冇重要，就是糖漿人家就講就菜咯，一體的就講菜，菜米。有可能米乜嘅咩就話唔知咧，客家嘅米流糖要款。蓮米，
淋米，就等于淋糖的意思啦。哦，我知咧。哎呀，下摆吼，我吃饭吃到一半，我摸爱的摸的，我淋咪咪冇。哦，咪咪。係啊，你全部講咪咪，我啷個？一糖就很多咪啊。唔係，我唔係講咧，我係講糖。一般的樣我就講糖。迄米啊，就乜嘢炒豬肉啦，炒乜嘅嘅冇按度水啊，按度講米，就說你按度米，精華，炒日本的出咯，誒，冇冰水的，切人嘅吹度，菜都就出來，嘿，嗰種液體，一種米啊，嗰種米，強吹即個出來嘅叫米，嘅人就把冇講出糖嘅，嘿，嗱啲就按度出糖，出米就係喝糖味哇，喝湯淋糖，嚇。但是米老糖就加冇中央啊哈，咱講下就菜米，食個菜米就叫做菜米，菜米喝菜湯。好菜湯，不講對咯，觀眾朋友係未試到當奇怪，做乜嘅菜米、撈菜米都要淋菜糖嘅意思呢？也係因為菜米本來講嘅就係淋菜糖，唔過白米就不願講係淋糖，時間久嘅大家沒關呢，故所以下就變做淋菜糖，而特別介紹菜式，也就係菜米就得來區別。再下嚟咧，咩圖啊？菜糖，菜糖咩意思呢？菜糖就係菜魚。菜糖啊，出糖就係食糖啊，食糖係嘛？啊唔係想同淋糖啊？冇中央，冇點啊？流菜流，加個椒，冇中央，冇中央，點係黑太後，菜就黑色，椒就冇中央了。係啊，誒你啲啊，上聲人哋嗬，學牙子啊，學新年啊，啊來夾來嚇，阿妹本將呢，那個呢啊就冇按到，一絲絲咧，係咩？啊一片樣嚟讀啊！先來看，喝熱湯啦。啊菜就做唔得，安尼清豪嘛，安尼太，安尼。跟住我就黏嚟啦。太好，安尼啦，安尼什麼？一片就菜糖啦，喝熱湯啦。還有做排骨味的哦，菜椒，談過嘛？菜椒，你是想啊個菜椒，那糖啊用菜再好再熬過啊，這是一個很挑剔的行為。哦，雞蛋裡面挑骨頭，有反講啊？呢個唔是炒啊，叫行菜落一行炒，椒就係炒嘅意思。那要按樣嘅嘢咯。個日記包，出椒日記包，就講自己要求啊。哦，太完美，高太高誒。沒有可以。哦，安尼你唔好，做唔得做出椒嘅人。有句說法講，苦瓜水苦連皮實，甘蔗按甜愛皮雜，因愛多欣賞配人嘅優點，冇按套，冇嫌東嫌西。古下法地輩要當到人生嘅道理，老智慧哦。有時間真係愛到老老人家來請教，多懂研究哦。今日嘅義務下，就啲也按清閒嘅農場地輩，而老大家講再見了。雖然今日嘅比數係3-2，不忘記兩先開舉1分。不過啊，人哋客家甜心喺一個過程當中啊，按3萬嘅體驗嘅精神，未當本大家感通。故所今比2比啊，仲下有獎，拿到主持比老通過費了，莫唔記得咯，愛多複習學過嘅武俠法哦。